喂喂，感觉那个喂，阿官，嗰隻嗰兩日聽嗰啲嘢聽下，了解聽下有咩地方有用啊？聽都基本上都了解啦，但係呢，我感覺呢有啲太複雜就冇咩，因為你新人啊，好多人啱冇一個冇咩，你講太深啊，人家冇咩冇根本就冇理解啊！你通俗易懂簡化，最後係通俗易懂簡化，又時間又冇能夠長，因為好多新人見你講太長嘅嘢，太深奧了，佢聽越冇明白嘅話。講大致上嘅嘢，冇講太深。嗰隻因為而家你揾啲新人傾偈啊，你冇得講太深，根本上佢冇識得，我哋都冇咩幾識得清楚啊嘛係。你講大致上嘅嘢，嗰隻好像嗰隻床條四大功能，佢就係呢有啲嘢太多啲嗰啲分子之嘢，啲加減啲公式啲嘢咧，我認為盡量冇講，盡量少講，因為好多新人佢冇明白㗎，冇知道啲嘢㗎。因為我哋聽都冇乜幾大嘅明白㗎，係嘛？一講啲要精簡，精簡嘢唔好講得太深奧。大致上大個方位能夠講明白就得啦。特別新人基本上你一講喺心根本上聽冇識你講乜嘢，係咪？因為我哋聽都係我哋聽得多咧，我哋基本上都知道嗰回事啊，係嘛？但按照我思路講，我嬲新人講啊，我又冇識咁深奧嘢，講大致上嘅嘢，大致上嘅嘢。因為我哋嗰啲裏頭大家都係傾聊天，所以就慢就講深啲喂。客有客人話呢，就冇有咁深噶啦，就肯定比較淺噶啦。係啊，比較淺啦，比較淺，加啲例子，即係例子，即係講社會上我哋碰到好多實實際際嘅例子啊，係嬲嘅床墊啊，又係有影響嘅啊，特別家下社會大家都係向健康方面去發展，係咪？同你們得健康啲嘅，我哋有分析過嗰隻床墊啦，我哋嘅床墊咧，而家床墊冇床，係咪？我哋床墊有功能性喎，係咪？其他床墊係冇有。加上呢，你講嘅自由按摩，耳牙適中自由按摩個透氣冷濕個磁力嗰幾樣嘢咧，其他床墊冇有喎。我哋嘅優勢就突出個方面。其他床墊木板床嘅啱先講啦，直門師一樣冇得，係咪？就一水笠落去，水肯定笠落去個，幾厚直門師都笠，係咪？因為嗰嘢呢講俾好多人用過直門師幾知道㗎，啲知道嘅樹有多年嚟時間嘅笠落去，一攞就係換咯，係咪？但係我哋床墊冇有啲現象，冇有嘅笠落去，加上嗰個突出嗰隻磁力。嗰啲磁力總年嗰啲磁力總年有幫我哋調節身體個毛病呢，點樣去健康呢？要分講透人家聽啦。有啲咁好都冇辦法，你又買床，佢有咩床有咩用啊？係咪？你冇講明白嘅，佢諗值得乜值得係咪？你慢慢買張床，家下後本人一睇到本張床，佢慢慢走嚟，係咪？因為佢冇了解嗰張床有咩功能。
值得冇值得買係咪？將來對個身體有冇有作用係咪？係咪保到我幾十年都冇得病係咪？少得病嗰隻係最重要喎。講一透徹而家就吸引性。係，咁就打嗰隻嘢，嗰隻即係講你哋啊，即係講呢就係講大家聽了之後啊，就你哋自己就去消化，然後咧用你哋自己嘅語言啊，即係你哋自己自己語言去對下面啲會員啊、客戶講，係嘛？係啊，因為我哋經歷嗰啲方方面面個情況，以我哋個語言，以我哋親身經歷啦講咧，人家咧容易接受，容易通俗易懂啊，通俗易懂啊，對啊，嗰隻係一方面，以後我覺得有新人啦，其實我都係採取應該係採取啲方法。又要講啲例子，講啲社會上啲現象係咪？家為咩咁多人得病嗰啲喂，大家都向健康方面去發展係咪係啊？但健康方面仲有啲癬產品係最重要喎。如果啲癬冇對呢，又一樣對健康係冇達到咩益處？係咪？家好多人運動啊，買咩運動器械啊，跑步啊，係咪？買保健品啊？嗰啲都係全冇對個健康一路，為什麼呢？佢就冇堅持喺度。咁我哋床嘅優勢就係係能夠堅持，不然男人老少老弱病殘，晚晚都要睡覺，係咪？睡眠中得到健康，係咪？嗰隻係最任何一外質所有嘅產品都冇能夠比上，係咪？講個思路對選產品有選對，係咪係？講嗰隻係最主要嘅方面。另一個咧又講貴，有啲人講，哎呦幾萬蚊嘢嘅嘢，值得咪貴嘛？但係咧，按照我思路講，你喊嗰啲人，你去醫院睇，你就知道啦。我嗰次我就喺醫院，我就有感受。啲醫院啊，冇識幾多人，人山人海，幾3部電梯上落啊，推推人㗎，用啲坐到啲輪椅㗎，咩冇識幾多，係唔係？係咪？你醫院一睇，你個身體啊冇有咩病啊？你係個幾萬蚊，係少值得咪值得？最加上檢查出問題，我有隻親戚檢查出問題，係咪？係你講低醫學院治療啊，哦，又花了幾十萬，最後即係開刀啊！去到翻嚟又放療化療啲嘢，我識得放療化療，基本上冇辦法啦，冇辦法。嗱咩冇得見耐，乜近來都係個正影啊，個正嘅事就走。我知道放療化療，今年我回去見到佢，我睇佢啲就精神好精神，大家面嘅變形啊，變形另外一隻人啊，我知道冇得掂啊，肯定冇得噶啦，就時間問題咯。當通過你如果把啲有啲人啊去啲醫院睇睇咁多病人，睇到啲人同呢個放支架幾萬蚊個，係咪保護你你冇得病，你個買一張床定3、4萬蚊係算平嘅喎。你有病啊，你同呢啲危重病人啲癌症幾十萬，人財兩空，一般嘅病同啲放支架都3、幾萬係咪？你我覺得2萬蚊保護你世冇得病，你值咪值咯，係咪？你個幾萬蚊算錢啦，冇算錢㗎。有病啊，你幾萬蚊冇算錢咯，係咪？到醫院喊幾多都要搞，係咪？萬聲，當睇到冇有病人呢，睇到係貴，去到醫院你睇到幾萬蚊，你冇入去有咩作用咧？你就知道張床點保護你係值得㗎。得啊！咁多年我哋睡，我哋深有體會啦。其實得咁多年你冇有病，係咪？冇病冇有睇，佢日節省你嘅錢啊嘛，係咪？佢哋係咩？保護你健康長壽，冇有病嘅，最重要一人冇得病，係咪？佢就係最安心個。同嗰次我係咪睇個老婆去檢查嘛，冇咩事咪有，我就放心啊，係咪？當嗰隻嘢係值得㗎，3、幾萬蚊。攞我同啲講得透徹、通俗易懂，變額聽人家明白係咪係？明白。所以佢哎呀，
諗下，哎呀個幾萬蚊確實值得喎，係咪啊？講你識得嗰樣嘢，保護你咁個幾廿年，係咪都冇得病，係咪係？顧念咩咪值得，係咪？對呀，對呀，對呀，對。啊！當初我哋為咩買當時有入保嚟科嘅時候，為咩買床墊？我就諗到睡眠中得到健康嗰樣嘢幾好幾先進係咪？冇使你乜嘢事教得嚟得健康啊！仲有一隻家用嘅床墊，一個健康，一個以前入保嚟科咩推廣健康豐盛人生係咪？推廣健康人生嗰隻呢就講你我今尾家下你又講嘅嗰隻收入嘅問題，佢有推廣得到收入嗰隻問題，係咯，舊時入保嚟科就係一相似嘅咯，係咪？對呀，即係大家推廣健康、豐盛人豐盛生啊，人生，係係啊，係啊，係沙龍啊，石嘅名言啦。係啊，即係嗰啲推廣健康，即係嗰啲你肯定要把隻信息推廣分享啊，俾身邊啲人知道係嘛？然後咧將來咧你又得到嗰啲收入喺度豐盛係啊，等嘛係啊。同家下啲人買到產品啲買床墊人啊，佢自己隨口嚟，叫價錢陣價錢，叫得收入咪係咯，推廣健康豐盛人生咯，係嘛？嗰啲就係咁至堅持落去，咁至按照方向走落去，嗰啲係好行嘅，好行咯。對，嗯，所以你哋即係我哋嗰種上年紀嘅人啊，你分享健康咧，你哋就分享得真係好，因為你哋本身自己有例子嘛，係嘛？係我見得多，我見得見得多多。啦嘛，見得多。你講一啲年輕嘅話咧，即係個樓以前嗰隻咩人親寮樓，佢哋講話咧，雖然佢哋學嘢學得快，年輕啲人話，但係咧嗰啲社會經歷咁咩咁豐富啊，係嘛？係啊，係啊，係你啊，係啊，都講得出咁，即係嬲我嘅啫，我都冇講出咁，陣間你講嘅啫，我都冇講出咁即係咁現實嘅嘢，因為我冇經歷、冇見過、冇經歷嗰啲嘢係嘛？啊！所以你哋見過或者佢講出嚟嘅，我身邊有邊有人啊，咩親戚啊，咩朋友啊，係嘛？呢度嗰種問題，即係講啲你一講你種健康，肯定要舉啲例子，人哋就身邊，即係講你做嘅客人嘅工作咧，喺佢聽之後咧，你一講對比，佢覺得，哎呦係喎，幾萬蚊，係嘛？以前，哎呦，幾萬蚊邊啲見錢係嘛？冇乜嘢，係啊。後來幾十萬啦，有啲交幾十萬，交2、3萬，有啲啊，即係花費啊，你買一次交得密就陸續啊，就花費2、3萬啦。傳嚟去人就冇有啦，係咪咯？係啊，係啊，係啊，你一講嘢，一講就方聲，基本上我都敢堅定啲，因為我睇咁多隻冇一隻得噶。你一講又開刀又化療嗰種啊，冇一隻得噶。冇辦法，因為依然佢採取嘅方式依然收入大啊，係咪？但係你下面啲人冇有一隻捱得落去咧？對，嗰啲實際嘢啊。佢一隻就係健康，即係我都講咗好多次啦，因為呢個健康咧，其實你哋分享咧已經講得真係好啦，就講為咩家我哋大家都冇講嗰隻銷售制度係嘛，冇講嗰隻咩 ABC 法則工作方法咧，都能夠賣出床墊啊，就證明你哋啲用隻產品一隻自身嘅體會，另外一隻咧有自己有社會經驗啊，撈人啊啲周圍啲朋友啊、親戚啊分享下呢，你就能夠推廣得出去啊。但係呢就講呢，就另外一方面呢，就切了咩就講呢嗰隻視力啊，嗰隻視力不講，咁啊講話呢佢就冇發展到重心落去啦嘛，係嘛？重心啊，嗰隻視力，咁視力話呢肯定要講呢隻銷售制度啦，係嘛？銷售制度就係先辦呢隻銀卡會員啊、金卡會員講出嚟嘛，係嘛？你就制度出嚟，所以大家就話咧，冇去講，冇去練，有冇去講話呢？你冇發展得落去啦，個團隊。係啊，大家夾到啲位係咪？冇深層次落去嘅。佢哋你冇深層落去啊？仲有啲，因為呢啲一講健康，又要講視力。
啊，我嗰隻事你話啲肯定要講 ABC 工作化係嘛？然後呢即係講呢嗰隻 B 啊，親自做隻橋梁啊，然後呢親自推崇 A 啊，然後呢到時候呢就講啲仲有碰到嗰隻 C 有咩問題嘅時候呢，就講你睇嗰隻領導嘅培訓時候呢，我覺得你回頭睇有時候佢講呢就講啲嗰隻 B 角色呢好重要啊。B 啊，因為你要咩呢？就講啲你要把 C，即係如果把隻 C 啊入到咗把 A 入到 B 嗰啲，或者把 C 入到 B 嗰啲，然後隻 A 撈 C 見面嘅時候呢，你嘅 B 要識幫隻 C 提出問題，提出問題啊，提出問題，嗰隻 A 就能夠識主導隻 C 嘅工作嘛，係咪咯？主導 C 嘅工作，你一個提差話呢，嗰隻 A 撈隻 C 嘅冇熟悉，即係冇有隻信任度啊。咁嗰隻 A 嘅話呢，即係話呢，佢冇識親自做隻 C 嘅工作，所以要隻 B 呢，就中間呢做隻橋梁話呢，去溝通啊，兩邊溝通，把 C 嘅情況反饋俾 A 啊，就係咁樣嚟做。咁而家都係講你哋做話呢，譬如講約嗰啲新人，佢有咩主要係在難度在邊呢？係哪款？你覺得呢？即係話呢發展新人，譬如講你哋話呢，譬如講嚇，美國間我哋嘅會議，騰訊會議室會議啊，咁如果你哋要邀請你哋下低嘅會員啦，或者係新客人啦，邀請佢哋來進入嗰啲會議室，有咩難度？邊方面有難度？你覺得？一個冇嘢啦。按照個基因唔一定參加你個嘢，你個會議室嘅喎，有啲嘅客唔一定參加喎，係嘛？就係難度就啲啊，就唔係一定參加，就所以就講緊你哋大家就講啲我哋搞嚟搞去都係我哋嘅留一批人得嚟頭聽嘛，係嘛？係啊，你冇有一隻呢？你哋冇能夠考到會員落嚟聽，佢就一方面；第二隻呢又冇一度新嘅客入嚟聽，即係聽嚟聽去都係我哋留嗰批人聽，所以問題就啲啦，係嘛？問題就啲，問題就啲話呢，個點子解決話呢，即係話你哋覺得下一步出住解決嘅問題。一下啲新人佢唔一定嚟聽啲嘢㗎，佢有嘅冇理解，佢唔一定係真係聽啲嘢㗎。嗰隻呢，如果你所以佢唔一定嚟聽，嗰隻係啦。咁就下一步出嚟解決咗問題，你哋睇方案啊，有咩有方法嘛？按照你哋嘅角度嚟講，譬如講，我親自發展我隻團隊，因為呢，如果你下面嗰啲人呢，即係我哋下低啲人啊，我哋冇而家到佢進會議室嚟聽話呢，就冇識培訓到佢哋啦。即係講呢，你哋做話過程之中啊，遇到問題啊，親自下一步親自運作啊，遇到問題啊，冇有信心啊，咁啊，親自激勵嘅，你就冇辦法而家到會議室話呢，就冇激勵到佢啊。如果嗰種出現嘅情況呢，俾我點辦呢？可能你國家你講。我有時你諗嘅又比較傻，你多次講，喊你真個騰訊會議室，多次講，喊你真個騰訊會議室，咁子多次啦溝通，嗰陣呢可能都得，你講呀，有咩冇從來冇得講過一喊突然間喊真騰訊會議室，冇有可能㗎，佢冇可能真㗎。冇理解啊！但你多次講多次了，撈溝通真係會聽，睇下有咩有啲感受係咪？好似講多啲可能幾多人係咪？嗰啲係啊，多次講啊，多次講啊，但你講一次你喊震就會真嘅冇有幾隻行震㗎係咪？其實關鍵係挑起身一對嘅人要感興趣，好麻煩。挑即係講你親自挑把佢哋感興趣啲。就係佢哋關照講緊你都嬲嘅講，係。其實應該人有啲人落㗎，我飯呢有冇見啊？8嚟8一嘅兩隻有時候留尾啦走。
Bạn thật có một cái nhà lắm mà嗯，係要諗下都留妹佬組群，你下邊嘅靚仔呢就係啊，嘅半日頭佢哋仲參加10點鐘嘅啫，我睇到佢我又發喺陣時，因為陣間你人哋當我啊幫嗰嘢嗰邊陳嘅錦香入落嚟過一次啦，就咁即係加咗講嘅大豆腐啊其實對啊對啊，所以你哋啊因為你簡化嘛，那個騰訊會議嘅邀請連接嘛，係嘛？嗯邊有嘅啫？按照咩啊？陳錦香陳錦香我記得落過就成個會議嘅落過，仲有隻乜人咧？仲有隻劉成群就落啦，咁就可以用變嘅落嚟聽嘅，係好多人都冇點，周群咁有時候呢個點就點點啲嘅，啊，周群係跟住見到佢落去聽啊，就大寬嗰邊就冇人落來啦嘅，有啊，佢哋一種嗰啲懶好懶啊，咁到硬有對人嘢感興趣嘅，人哋硬精神落㗎，你近日都有咁一個。嗯，你做嘢呢個係要我自己學識去講，即係話呢都可以諗下一點情況講。所以嗰種情況咧就只能夠你哋聽咗之後，你哋自己有練啦，你就只能夠你哋去講啦，係咪？因為你冇拉到佢落嚟講嘅，係嘛？咪就到以前條樓嗰啲，佢拉到嘅人親佢哋落嚟講，當然最輕鬆嘅拉到個生人女嘅不斷地來聽來學，後尾嗰隻嘅生人女又學識嘅，條樓又學識嘅，生隻下級又學識嘅。所以後邊嘅一去做環啲佢就比較輕鬆嘅，就條樓賺錢就比較輕鬆嘅。聲呢一靠佢睇到難聽到難識講啊，先你有講呢個語言啊，有激情啊，就體會真人啊呢種嘅事，咁呢就我哋就比較難啦，比較超埋嘅方面，因為學啲字都要講啊，學嗰啲嗰種呢個嘢，學個就嗰啲茶，反正係叫嗌字，有就嗌落。如果係就激情肯定咯，即係嗰隻嘢要講得多嘅啫，有嗰種或者即係嬲唱歌或者練得多之後，佢就有隻激情㗎。人哋冇練得咁多，或者咁咪有隻激情㗎。我哋以前進入嗰度，剛啱開始講一啲人都冇有激情啊，一講啊，我而家聽到説嚼嘅就。都一隻啲講話又細聲嘅時候，以前嘅啫，去福城啲開會啊，你嘅李親坐在第一排就，你啲不斷係使眼色喊我講大聲啲嘅，啲學生太大聲嘅，坐第一排啲聽都冇有咁，即係冇聽得清楚嘅。嗰啲就冇熟練啦，一隻冇有自信啊，就我自己講得太少啦。所以嗰種情況話咧，即係冇而你冇而家度人，即係話咧，我講以前話咧就以前嘅啫，姜偉同埋廖柳兩啲人做啊嘅區別大在邊呢度咧？姜偉嘅時候做話咧，佢上南嚟學習啊，佢基本上都係自己一陣人上來㗎，劉永生成日問佢㗎，做咩你又一隻人來？嘅意思講啲，你冇帶埋啲人嚟學，跟住扭你自己嚟學，係嘛？所以姜偉做話呢個學佢冇辦法下面有，即係個佢下面會有類似。咩隻人親啊，同埋嗰隻藍海福啊、七姐嗰種人啦，即係佢冇辦法都得，佢就自己嘅學得好多，聽得又多，學得又多係嘛？但係就靠佢自己翻去北海即係講啦，嗰隻詩就嗰隻方面啦嗱。如果你哋能夠呢把你下低嗰隻會員啊，或者説火度佢哋撈佢哋溝通，讓佢哋進來聽嘅學嘅話咧，即係睇你出啲講啦，就講啲。如果你哋聽就覺得話呢個，我把個透知識嗰啲嘢啊學識之後咧，我即係講個透嗰種嘢話咧，就你一撈佢講話咧學識嘅話咧，佢係將來你運用嗰種嘢話咧，去發展團隊、發展客戶話咧，佢係一種賺錢嘅本領嚟嘅，即係係能夠幫你賺到錢㗎，即係話能夠變現㗎，其實我哋講嘅好多有時候好多客戶聽嚟咗呢個，佢聽嚟就心動，覺得你講得有道理，或者加上嘅錢就鬆動，你就直接買咯，但係如果佢聽嘅話呢，佢覺得我講到佢心動嘅話呢，我要判斷佢冇落得佢決心，所以就講啲學嘅知識，如果把最好嘅方法我就相對
最好嘅方法，最好方法咧就係咧你自己落嚟學習嘅話咧，能夠帶到你下低人落嚟，嗰就係最快噶啦。即係我阿爺講啲現實嘅例子俾你哋聽到就講，流流嘅做法就係比較快嘅，就呢樣咧，你能夠帶到嗰隻迎親帶到你隻南海福還有仲有你隻七姐，帶到個3隻女人咧，不斷地嚟學習。那時候呢沒有騰訊會議啊，因為那時候呢就一定要只能夠從屋企來到公司嚟學習，所以你帶到個3隻人或者學或者參加活動啊，又帶到佢哋嚟鬧啊、接觸我哋啲用戶啊，咁時間長之後咧，你下面嘅3隻人咧，其實個3隻人都有聊樓嘅水平啊，就個4隻人共同1年之後咧，都能夠把嗰啲嘢講得清楚、講得直俾人聽所以佢哋4隻人話呢1年之後，你設獨立組啊，都能夠自己賣貨，能夠發展團隊，嗰隻就係比較快啦，係嘛？咁咧，如果嗰隻方法你冇，即係嗰啲你會有嗰種煽動力，即係冇有嗰種能力係嘛？你去攝火到你下底人來，嗰啲你係講你自己有嗰種煽動力嘅喎，係嘛？你冇入數，會有種說服能力嘅話咧，你下面咧就冇會重視嘅，而家去聽課，聽乜嘢課咯？你譬如講我係你嘅朋友，你喊我聽課，我肯定我聽隻課做咩咯？係咪但係你換另一隻角度嚟講話咧，你睇你出嚟講法嚟講，我覺得譬如講我諗你哋分析嘅，你譬如講，我為咩以前探領域嗰啲來講課咧，阿劉會長來講課咧，因為佢哋落嚟幫我講話咧，我在旁邊學，旁邊聽，係嘛？咁我就把領域把劉會長或者以前入保羅福時候咧，把我隻同品嘅老師我聽佢出嚟講法嗰隻產品嘅功能出嚟講法嗰隻銷售制度出啲講法咁我嘅同學、我嘅朋友、我嘅客戶呢提出啲問題，我嘅老師親自回答我喺旁邊做筆記好認真聽做筆記嘅時候聽到嘛大官？做筆記為咩做筆記因為呢即係講啲我哋覺得話呢就講啲個老師我哋把啲老師嗰種回答問題講啲銷售制度係嘛？然後啲講產品嘅功能解決問題嘅能力係嘛？把嗰啲嘢聽咗之後做筆記要記落來呢，就到時候啲回去自己睇複雜為咩呢？因為你學識你之後，因為去做去帶團隊上呢，我能夠因為就個意思講呢，就嗰隻老師冇在我旁邊我一樣能夠幫到我下底人講服嘅下底嘅團隊，跟我哋買就跟我哋做隻生意。咁嗰種老師講嗰種嘢話咧，其實就係賺錢嘅嗰隻知識嚟㗎。唔好係讀大學嘅時候學啲咩數理化呢啲學啲係你係考隻文憑喎，係嘛？考隻文憑出嚟，你仲要揾工作你單位揾個地方去啲工作，你就領到工資養活你自己嘛。我哋嗰種唔同我哋都係真係把啲老師嘅透嘢學識嘅，把你變成你自己之後，即係結合你自己嘅親身經歷。你能夠去幫到你下低嘅會員，你講家乃歡你學識啦，你會講啦係嘛？跟我跟你做，咁我把我嘅同學你一隻隻入嚟俾你講第二個我打比方我約我嘅同學到我宿舍來，我講乃歡你過嚟，你係我上級，我講呢我有一隻朋友我有一隻同學呢到我哋屋企來啦，你呢就過嚟幫我講課，係嘛？乃歡聽到嘛？你幫我講講課。對，就當初李親又係咁啫嘛，李親入過去嘅就李雲屋企講，李親買床墊我講李親以前嘅例子嚟啫嘛，李親係去合浦聽過係我啲同學講過嘅，我對佢講課，因為已經冇輪，即係我當時我隻團隊做起身之後，已經冇輪到我講課啦，係嘛？俾我家杭州嗰陣黃平佢哋嗰陣一樣道理，佢哋賣床墊，佢哋已經冇輪到我講係嘛？佢哋都搞掂啦，邊使我講係嘛？係咪咁即係有時候你下面嘅人啲講得比你仲好嘅，係嘛？因為佢把你嘅優點吸收過去啦嘛，係嘛？把你嘅知識學過去之後，你再結合你自己。所以我嘅時候李親又一樣道理，你都係去合浦聽合浦聽之後咧，咁咪後尾到後尾嘅話咧就嗰啲結才幫佢做啦，幫佢做完咧咁我才幫佢，我就幫到佢嘛，係嘛？即係最時候最以後我就
合夥嘅同學嚟幫佢講課咧就演啦，所以佢就後尾就撈我熟悉之後咧，咁佢想做嘅大隻工作，佢咪撈佢大隻溝通啦，然後咧就日後咯，就喺我晚上就去佢大隻屋企咯，佢離親就去到佢大隻屋企，我就去佢大隻屋企講咯，就屋企去拎紙拎幫嚟畫嚟就講啦嘛，啲時候就緊啲豬㗎，唔好講以前呢9幾年太長遠啦，就講體力交又係一樣道理呢，呢次佢就堪州啊人生又係唔係人哋做咯，就係一樣佢在下面啲組織行人，就我呢就落去幫佢講啊，幫佢培訓啊，加有好多圖片你哋都睇到啊，就都係要咁住配合啲，一上下配合㗎，冇係講單單你自己人溝通去做就得，人哋嗰啲係嘛？要即係我自己一隻去講，然後一隻呢要組織上面嘅人嚟配合啊，跟住嚟做得㗎。咁如果佢話你一冇跟住話呢，佢就下底團隊就好難複製啦，好難複製啦。所以就講啲一定要撈自己嗰啲下面嗰啲會員講啊，係嘛？佢講撈佢哋講話呢，你重重複複講，你講啲來學習嗰啲嘢話呢，其實呢就係教你賺錢㗎。你把嗰啲知識，把嗰啲嘢學身上落去話呢，你就能夠去就自己去練去講話呢，講到下邊就發展團隊㗎。好似大家就重視啦，係嘛？如果冇係嘅話呢，我哋嗰批中老年人客戶啊，就冇能夠確實嗰隻當初李玉講過啦，嗰時候做體力狗嘅時候呢，嗰隻南京隻李總就講嘛，你講個南京話呢，中老年人用戶多啊，但係呢個有一個問題就係講呢，一發展團隊呢就唔得，即係講呢個用產品就得，發展團隊就唔得。你講啲年輕嗰啲話呢，雖然佢用產品呢會有嗰啲中老年人嗰種經濟能力消費，但係呢，因為佢學㗎，嗰啲年輕啲話嘅學去練，嗰種人呢，佢就發展到團隊出去，發展團隊然後呢，因為一發展起身話呢，你要跑市場啊，你要落去跑㗎，冇跑下面嗰啲主導啦，係咪？所以就嗰啲中老年人呢，佢冇跑到，就佢講到變年紀人，佢就冇跑到有年紀問題啊，咩問題冇識就講就個冇跑。有啲年輕啲話呢，佢就去跑市場。我就朋友在邊度做啦？譬如我在東興做啦，在鳳城港做啦，在靈山做啦，在浦北做啦。佢就譬如我在堪州或者我在南寧，我要跑去堪州講課，跑去鳳城港講課，係嘛？大歡聽得嘛？聽下，同家譬如講你鳳城港，你有自己嘅親戚有朋友啊，譬如講又有自己嘅友仔係嘛？佢用嚟做之後呢，但係你要跑去幫佢講，但係你跑去幫佢講話呢，我哋有冇嗰種能力講呢？係嘛？我直嗰啲嘢俾佢聽嗰啲，就唔一定。所以關鍵就係嗰啲，關鍵係睇我哋自己，我哋自己啊，我哋本身自己啲發展嘅團隊，攞嗰隻前幾晚我講話呢，講佢哋係啲，就關鍵就係我哋自己啦。我哋講嘅啫，我哋店鋪就嗰隻黃生嘅隻人一樣，黃生人咩啊？你講嗰隻幾隻喊做宜平。經常晚上嚟揾嘅散步啊，但係呢，佢就冇主落宜平嘅工作。宜平呢又買一條雙鏈，又買我哋嗰啲細產品又冇少啦，係嘛？但係呢啲就床墊就未買，咁佢做咗幾多年工作呢？搞幾年咯。紅山嗰啲就用床墊一直佢就知道啦嘛。曾經就宜平呢，曾經就諗過就撈佢一齊租，人諗到佢出去買張床墊咩，大家講床墊佢都冇考慮咯咁黃生就講，我想做我就有女宜平嘅工作，咁咪識做落嘅，親自係嘛？今日我就講話呢，其實唔係宜平嘅問題，最重要係你自己。你自己話呢，你在其他啲團隊啲線上啊，你冇發展落去話呢，你老係靠機話呢，肯定嘅睇到你都冇有咩發展團隊，冇發展起身話呢，你肯定冇有信心嚟跟你做嗰件事啊，係嘛？所以就只能夠最多係用嘅話呢，嘅資金啊，佢都係講緊張啊，嗰啲錢俾嗰隻，因為佢冇有退休工資啊，佢就靠佢老公賺錢啊，即係佢老公嚟做生意啦，咁做生意大家都知道，佢嘅資金比較緊張啊，佢隻，所以就我關鍵係我哋自己自己，咁如果我哋即係講你冇去練啊，去講話呢。
就冇幫到下邊嘅人，冇幫到下邊嘅人。所以講嚟講去，就係我哋自己去練得去講啊，係嘛？嗰隻就係，哎呦，我都唔記得簽咒。呢嗰隻簽咒就係得簽咒係。所以係問我哋今日討論就更最後啲啦，就你乃芬呢講下一步呢啲係唔係就係咁先？你哋自己又好，你哋先自己坐喺，即係話如果係你哋下邊嘅人，你哋係靠打電話啦，係嘛？打電話比較好，係嘛？即係講呢日嘅陣嗰隻騰訊會議室傾偈好唔呢個？都係直接打電話，都係呢一對一。打電話呢都冇一定得啊，唔一定。冇一定得。係啊。咁你就咁冇一定得就一個都騰訊會議室，即係佢冇取本地噶，肯定一都騰訊會議室啦嘛，係嘛？每一本地呢就想辦法要到騰訊會議室嘅，佢真係多次講啊。嗰隻咧講多次呢，可能佢都入去睇睇，參加入去睇。嗰隻本地呢打電話呢，有時本地呢最後見面。都有本地最後見面啦。係啊。仲有一隻問題咧，就講譬如講，你幫仲加係譬如講你嗰隻東興嗰隻鳳城嗰隻湖南嗰啲我幾種情況，即係以前下面有一隻梁師傅，你記得冇？梁師傅啊？記得。梁師傅咧，以前咧就搞個定金就講買床嘅啫，就咁你後尾又疫情嘅時候就退掉嘅，隻梁師傅啊。啱下次湖南嘅時候就帶嗰隻梁師傅，首先係先到南寧嘅時候，佢就唔知諗住統氣未？先到南寧呢嘅親戚咧就帶隻梁師傅到我啫，那時候佢係已經做黑茶啦，黑茶。後尾梁師傅呢又嬲佢，即係湖南又發展梁師傅，嬲佢買黑茶啦，又跟佢做啊。咁你有次咧就係到我隻公司來嘅，佢就帶隻梁師傅來，咁你就幫佢測試，然後咧寫得廢產啊，就喺度傾。隻梁師傅聽咗都比較感興趣。今日又碰到坎州開會嘛，坎州開會嘅時候咧，咁後尾我就嬲湖南講，湖南就喺東興嗰邊，佢就開始拉隻女人婆去坎州參加會議。咁我喺南寧咧就拉梁師傅落去，梁師傅好似唔係拉佢落去喎，好似佢係自己坐動車落去。咁佢回來嘅時候跟我車回南寧啊。梁師傅嘅時候咧經常登回南寧，咩打咩官司啊？反正佢頭家係南寧嗰啲人，然後咧就當時就喺坎州參加會議上咧，後尾搞促銷啊，佢就當場又買一啲細產品，然後咧就搞定咁尿床險啊嘅時候啊，咁嘅時候河南呢就積極啊，因為梁師傅呢，即係講呢幾隻人呢，你幫到嘅啊，即係你幫到嘅下底有人跟佢用產品，跟佢做完呢，佢就比較聽你嘅，即係個節奏容易跟你配合啦，係嘛？如果嗰啲人呢，你下面沒有人啊，自己隻人光頭司令就比較難咯。因為你向佢學習啊咩啊，就揾下佢講呀，唔得閒咯，咩啊，即係光頭司令嘛，下面都冇人，即係冇有人倒逼嘅啊，一隻人嘅我，咁就好難喊佢噶。所以就講啲要，如果要幫到佢發展到下級出來，幫佢發展嘅話咧，其實按照我諗嘅話咧，以前梁師傅後尾因為個嘅仔要用錢啊咩咁咪佢退翻俾佢啦。或者佢直接聯繫我咧，時候我直接推嘅之後呢，今日湖南問我個推咯，湖南講，哎喲，你應該退咗俾佢咯，咩啊？我嗰時候又未有諗住聯繫係嘛？佢直接交錢到公司來嘅就。
所以但係梁師傅呢曾經係有個想法，就話呢到時候買張床墊用，然後呢佢想去防成啲啊，因為其實女呢好似係賣衣服啊，開間賣衣服店啊，佢想下面女嚟租，已經諗到嗰方面去啦。但係就係講呢，我哋覺得就講呢，真真正正我哋而家就缺少咗咩呢？就講呢，真係缺了啲少就講啲好多大家即係快啲成為講師啊！成為講師呢，嗰隻講師係活動噶，特別你有冇開店？我哋啲中老年人有冇開店啊？係嘛？你有冇同黃定啊開店啊？你仲有手店啊？有啲費用係嘛？你冇有店啊？不嬲以前入保利科，我哋仲入保利科嗰陣時又一樣，我後尾就可以又做專賣店，我就開店啊。早期嘅時候呢，我做到咩主任啊、經理嘅時候，我都冇有店噶，我都係走嚟走去講課係嘛？一有都要還你一棚摩托車開到合浦，一棚摩托車又開到福城、南河，到處走啊，係嘛？自己有隻腦袋啦，嘴巴就係活動嘅店鋪，然後呢全部都靠嗰隻 B 係嘛？買嚟之後呢，嗰啲時候講師又多啊，我講俾你聽啦，我就幫你回憶呢，那時候呢個我上呢個團隊嗰陣啊，那時候呢譬如講嗰隻李親嗰條線嘅啫，李親又識講科，定李雲又識講係嘛？嗰隻下面呢嗰隻以前嗰隻福成嗰隻趙成群啊，你識玩啊？識話哦？是，趙成群，佢哋都識講科㗎。趙成群，仲有呢隻福成呢隻中學嘅老師，係張文旺，今日做校長啦。張文旺又識講科啊。然後呢嗰隻張文旺呢發展嗰隻湖北嗰隻陳河幫人都識講科，陳河後尾發展咗幫老師，後尾全部都識講科啊。啊，所以講師相當多，一多話呢，你咪就你要識講話呢，你咪自不然你就能夠發展啦嘛，係咪？即係好似而家共產黨員嗰啲係咪？你講我要發展黨員，你肯定要嗰隻指符司機啊，係嘛？你肯定要去講啊，擺啲共產黨嘅理念啦，係嘛？嗰隻咩非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係嘛？啲理想嘅理念係嘛？你傳播出去，你就發展到各條村啊、各隻城鎮啊，係嘛？鄉下啊、城市啊、縣城啊，你發展到黨員啊嘛，你識講正日一套嘢，咁嗰隻農民出嚟加入你共產黨啦，嬲你鬧革命啦，係嘛？係嘛？肯定要擺啲嘢講正啊，聽下就講，哦，你船聯系統出自噶，有咩作用啊？係嘛？真正能夠俾我帶來健康啊？咁佢撈咩安利有咩區別啊？撈咩其他啲保健食品有咩區別啊？撈下啲咩插電嗰啲理療廠有咩區別啊？咁你嘅做方式係咪傳銷啊？係到時候做咁住做有冇違法啊？係冇？係會唔會出現消費者問題啊？等等等等，係嘛？嗰隻呢個產品係咪太貴啊？係嘛？所以你擺啲嘢嗰啲要展開嚟啦，回答分析係嘛？咁嗰隻人講呢個，咁萬一我聽你講啊，隻產品可以啦，係是你可以做啦，但係咧我要做之後咧，譬如講我要咩啊？就講我要做話咧，咁我要介紹我哋朋友、我哋同學來，上啲我冇講一課俾你聽，係嘛？我講咁到時候啲你親自幫我講啊，係嘛？所以嗰啲嘢都要大家即係走出去講噶。你哋要走出去講，真能夠有到團隊出嚟㗎。走出去真能夠把人家帶翻嚟㗎。你打電話扣在屋企啲，跟住話冇辦法啦。除非你可以開到點係嘛？開到點其實都未得㗎，都要走出去㗎。同家黃平啲開店，你冇辦法啦，眼睛冇睇到，佢冇能夠走得出去係嘛？我哋要走出去㗎。走出去幫佢哋講，上門講，然後呢，到時候呢而家聽感興趣嘅，咁你咩時候去你哋公司睇睇，去你隻店鋪睇睇，到時佢就過嚟啊。但係如果我哋一走出去呢，我就唔識講一直，唔識講一逢人一啲咁，又冇而家到佢入騰訊會議室俾上面嘅老師講，佢就咪卡喺啲咯，斷層咯，所以就係輸台啲咯，先我哋就輸台啲啦，即係真正嘅原因就喺啲地方啦，冇能夠把嗰隻熱片啊，我俾我隻熱片我嚟講，所以啲關鍵啊就係要你講得，嗰隻熱片啊。
一隻啲就俾我講隻制度，咁係嗰啲講嗰隻都記得咯，大家都好容易知道咯，講啊打萬得9萬10%係嘛？咁卡會員9萬得30萬20%，嗰啲咪嗰啲講咯，嗰啲好簡單都比較複雜嘅，嗰啲就幾例咯，幾例就啲你用3萬買3萬係嘛？就如果就3萬嚟講啫，幾隻例子嚟講嘅，咁咧前頭已經講咗說明系統嘅幾大功能啦，係嘛？我而家覺得投資嘅3萬值得，然後咧就講啲為咩你要用說明系統咧？因為嗰種方法係最好嘅，被動式嘅，其他方式或者咩行列啊，咩其他咩都係屬於輔助真正能夠每日都堅持嘅話咧，就係靠睡覺咯，係嘛？所以就嗰套說明系統係最好啦。其實講到一次投資終身回報啊，咩係嘛？用咗幾十年或者按照幾多錢啊，把啲嘢分低出嚟嘅，然後咧譬如講你自己咁用咗嗰種產品，或者將來你複製落去呢大後輩嘅親戚朋友啊，跟到了解咗之後呢，記得要買嚟用嘅話呢，你複製你用乜嘢嘅用乜嘢咧？俾你你用枕頭，你而家用枕頭係嘛？你用伏電嘅用伏電，90%幾都係繼續複製㗎。咁嗰時候起點擺咗起點起口嘅係嘛？千祈唔好喺啲用呢隻枕頭開始做個起點起口，然後呢就開始運作啦咁運作或者你就去約你嗰隻朋友姓陳嘅朋友係嘛？親自約話呢，就要想辦法啲撈隻姓陳嘅朋友呢溝通了解佢家目前身體狀況家庭狀況收入狀況係嘛？然後呢咁佢有冇仲想做啲事係嘛？做生意係嘛？或者做嗰啲增加收入等等嗰啲情況都要啲撈佢傾偈，了解摸嘅情況啫。係嘛？到時候呢就對大嘅嘅情況呢，要反饋俾你嘅上級你嘅上級幫你分析嗰隻姓陳嘅話呢，即係從乜嘢，即係從邊啲地方入手嚟邀約嘅，能夠人嘅願意過來接觸就來先，所以就要調查啲人啦，唔係一下子就嗌佢哋來聽課嚟飲酒茶嘅嗰啲嘢嗰啲不對頭嘅，我哋做得就好多彎路啦，嗰啲人對嗰隻人咧就一般，我哋就講咧到我哋廣告課啦，感覺到隻人咧，我睇以前就做入保良科嘅時候咧，以前李親帶我去嘅，李雲帶我去嗰隻周志雄周志雄嘅屋企講過，周志雄你有印象嘛？就係李寧嘅老公係李寧。有印象。即李寧嘛，就兩公婆聽咗之後呢，人家兩公婆咧比較認同，就係講呢嘅時候咧，講錢比較緊張，嘅時候錢咁你後尾話咧就講啲，仲有一隻咧就後尾嗰隻李寧咧就跟我上南寧參觀服務中心之後咧，回來佢就嚟俾人拆遷啦，咁佢就買咗一張雙人21200，買咗之後咧，咁咪呢就由鬥記呢，佢就發展，其實周志雄呢就發展佢哋嘅，因為以前跟李雲就不去紙廠上班嘛，佢哋大家係紙廠嘅工友，佢就隻紙廠呢，其實周志雄呢就又介紹嗰隻工會主席，嗰隻工會主席，咁我記得佢兩公婆食乜嘢啦，咁咪咧我又要去講話，又就講好似嗰啲李寧嗰啲住喺樓上，呢隻工會主席咧住喺樓下，今日我又去到隻工會主席屋企講啦之後咧，個兩公婆聽咗之後又好感興趣，但係呢時候咧佢就講咧，哎呦，嗰隻床唔錯到時候有錢都買嚟用又可以做隻生意但係唯一就講啲，佢講啲就講啲集資建房咩就講把啲錢用啦，用家啲仲未有錢，以後呢就講有錢鬆動嘅時候再買，總之佢聽咗之後比較認同，因為你熟人嗰隻熟嘅人用又介紹嗰隻熟嘅人，一般都比較認同90%都比較認同㗎，係嘛？唔會同啲陌生客戶就比較難就個使錢啦，數量更有質量後尾你話呢，個兩公婆話呢，咁咪後尾因為講課有啲客戶，因為有啲已經聽過後尾呢時候不過有一隻就飲酒茶，喺度卡拉 OK 喺度海神美食，你知道嗎？海神美食，海神美食，我仲記得你得
呢隻點嘅位置就係正正係坐喺你隻咩啊北部灣路，我睇新力落去啲，好似係皇都斜對面嘛。咪上次你咪個去睇嗰次咯，係嘛？唔係，你即係九幾年嘅時候啦，之後96年嘅啦，後世海參會社後來都未有啦。冇有就嗰啲咯。今日咧我就福城嗰邊又有好多啦嘛。嗰次後尾我有一次就搞嘅啫，請佢哋飲酒茶啊，又卡拉 OK 嘛。今日嗰隻自創嗰隻工會主席嘅兩公婆啲，佢哋又嚟參加咧，話咧福城嗰邊佢哋又又拉搭班車來喎，趙正斌佢哋一班人來。咁我搞齊呢隻酒茶之後咧，我回到即係我自己喺深港發現，我回到深港發現咧，李親就打電話嚟啦，就講啲廖總啊，嗰隻工會主席啊，兩公婆啊，哎呦，即係佢哋飲咗酒茶咧，就開始唱 K 歌嘅，兩公婆好喜歡唱歌啊，啲唱啊興奮啊，交流啊，之後咁佢就聽到睇到咁多人用得撇我哋嘅床墊啊嘛，後尾搞齊之後佢回氣，佢就打電話俾撈李親講，就講啲佢就交錢買張21250嘅床啫嘛，好似李親打電話俾我，當時我一聽我講，我原來撈佢講課上呢個講嘅錢，呢集資建房冇有錢佢，咁以後都係考慮，突然間參加我哋嘅活動之後，啲飲酒茶、唱歌啊，高興，啲回氣佢講要買張床咧，搞錢啦，就證明你嗰啲有意向嘅人咧，就講咧佢聽係認同啦，但係咧佢就講價錢未衝動過來，但係咧我哋搞活動嘅時候咧，因為用戶即係個都用產品嘅人都帶有人啊，就一齊搞咗活動。所以呢佢就一搞嘅活動咧，佢就出單率就比較高啊，係嘛？咁而家大家話咧，你搞隻酒茶嘅咧，就平時你哋工作咪做，一未做工作係嘛？而家講飲酒茶咧，就糊裡糊塗就喊你過嚟飲酒茶正聽，咁你最後你仲要緊陣做工作一樣噶。但係咧，如果你係前頭咧，你作嗰陣人講過課或者介紹過係嘛？講過課做過測試係嘛？比如講你隻團隊你嗰隻會員啦，比如講嗰隻打比方嗰隻各位經過，乃寬我只嗰隻天門啊，天門到嗰啲嚟喎，你過嚟講係嘛？我約佢過嚟有到屋幾耐，即係你有到屋幾耐你就過去講之後呢，嗰次你就判斷隻天門聽完之後認唔認同啊，係嘛？你講啲觀念啊，佢認唔認同？覺得天門仲好咗，比較認同喎。咁下一次話呢，嗰隻酒茶嘅時候呢，就大整隻團隊用戶多啦嘛，嗰時候呢，就要通知隻天門過來飲飲酒茶，俾佢見證一下，哇咁多人用，係嘛？所以嗰隻時候呢，你就容易促成嘅，就有隻促銷就容易促佢落單。嗰種活動係咁樣做，即係講呢，嗰隻酒茶呢係咩呢？就講呢係把用戶請翻來㗎，新客戶呢就講已經前期已經做過工作，你要篩選嘅，即係嗰啲有意向嘅人，即係把佢邀請到嚟參加飲酒茶。如果唔係有意向人呢，你前頭先篩選嘅，所以我哋以前都係咁樣做，一般嘅時候就邀請佢落嚟。你睇我哋睇嗰啲06年睇各大啲開會啊一樣，又係咁子㗎。我再簽到一次啊，簽到。所以就講呢，如果你哋話呢，就講前面嘅話呢，就咁講科就即係話一上門講又好，或者約佢到你嗰隻地方，比如講家你來款你啲人約嘅咩，你就約嗰隻到嗰隻個位置嗰啲字嗰啲地方就喺呢個，或者你自己比較即係比較自己屋企人啊，或者自己比較親近嘅朋友。能夠約到自己屋企嘅人，就可以在屋企講咗。反正嗰隻課堂咧係冇輪㗎，就講啲唔一定係酒茶啲聽㗎，係嘛？咁你之前講你一次，到時候酒茶再聽，或者叫做加深啦，係嘛？咁你再睇到酒茶時咧，哇！聽嗰隻用戶嘅分享，你隻用戶分享，你就覺得平時聽你講就好似知道你用嘅嗰幾隻人用嘅，佢只係參加酒茶，見咁多用戶用啦。你嘅嗰隻客戶呢就有信心嘅人嘅嘢，佢一從眾心理嘛，係嘛？所以前期都要先咁住篩選㗎。無論你同家咁住有體驗嘅話，我哋以前進入保良科，我哋未有體驗㗎。有咩體驗咧？就係即係做隻測試啫咯。即係睡覺之前就做隻彎腰，
然後呢再垂起身之後呢，就做隻彎腰測試，就兩隻數記咯。後邊做都未有用測試咯。就即係講產品呢，我哋親自咧就俾隻錄像帶佢睇。呢錄像帶，嗰隻就谷真擔雄教授，你仲記得冇？洪大官有印象嗎？啊，谷真擔雄教授那隻錄像帶啊，古真三雄啊，你覺得有沒有印象咯？冇咩印象，那個冇咩印象。嗰隻人睡張床墊，測隻氣氧飽和度，睡起身之後咧，又再幫佢測氣氧飽和度嘅對比啊。咁你後尾就布洛夫好多嘢嘅，後睇資料啊，咩嗰種都有啦，係嘛？所以就講佢先，即係講啲先啊，前期話咧就講啲你要找嗰種大家一齊做事嘅人嘅話，然後咧就講啲先講一片啊，或者反正家下做完咧就一定要講制度啊，講制度係篩選咩咧？就話咧你篩選嗰啲能夠人做事嘅人咯，即係講咧又認同你產品，又想做隻生意俾我，個產品咧我遲早都要用。加你講你銷售制度之後咧，我就諗到，哎呀，我邊隻人又可以用，嗰隻人又可以做，咁無形之中錢雖然緊張話咧，你就係撈住一個俾危機感嘅，就即係話咧，你先佔為主。你睇嗰啲時候，呢個做農曆嘅時候，公司為發展你咪係咯，係咪？仲記得嘛？你把你帶到嗰隻個大姐都來，然後咧幫你測試做廣告講齊之後咧，咁你就講佔為主啊，你記得嘛？大哥聽得嘛？係嘛？聽啦。佔為以前我哋去農曆期公司參觀就一樣㗎。嗰時候咧，你用因為我上去聽嚟，我參加農曆期啲大會之後呢，嗰隻叫做黃曉明啊，黃曉明係上級啊。佢咪一直講佔為主咯，把隻講嘢講出嚟，一電腦打出嚟講啊，係嘛？佔為主係嘛？然後呢，因為咁我嗰時候諗話咧，我當時諗嘅咧就講我要發展理親啊、療老幫人嗰啲人全部都未做，我識得農曆期嘛係嘛？所以我肯定諗話咧，我一定接喺前頭咁咪跟住咯。所以為咩喺上面農曆期公司我就落單喺度咧，就係咁住啦。因為我回來諗到我有嘅時候咧有一隻員工啊，就嗰隻維士靈啊，係嘛？仲有嗰隻理親個工人啊，仲有嗰隻療保個工人啊，佢就去發展佢哋做嘛，就嗰啲佔喺佢前頭嘛。啲人就緊知係嘛？如果你冇講隻制度話啲，你喊我買咗26000嘅產品，農曆期產品使，咁我肯定諗我有冇閒錢啦，係咪咯？係咪？如果係咪咯？但係你26000一投落去咧，你幫我辦啊，我佔一隻位置係嘛？佔隻位置一隻26000咧，我有產品使係嘛？我去選擇。另外一隻咧，我就諗到我去翻嚟南寧啊發展我隻團隊啊，咩療老啊、咁人理親啊等等啊。後尾到時候，因為後尾我回來之後咧，其實我第一隻係打電話俾療老啊，因為療老嘅時候叫我理啊嘛。今日後尾我就先揾理親我就帶嗰隻理肉到隻北海，就揾理親出嚟就寫餐飯咯。然後呢就現場做隻水就係叫咩測試啊？水機測試吧，係咩測試㗎？唔係這個就係那隻接落水的水龍頭那隻測試然後呢就打開嚟講銷售制度反正一開始你親接觸我哋就講，哎呀，你親就講，哎呀，嘅反正嘅唔好意思啦，我哋係人鬥意收落，咪跟住收落一大，佢就講，哎呀，我會再做其他生意啦，咁家我自己翻去上班啦，咩，但係做咗測試，即係講咗制度之後呢，即係把農曆期嗰啲前景嘅講之後呢，我哋就講，理由就講，冇事啊，反正先聽齊你做唔做，用唔用嗰啲你自己決定，後尾我哋就講換翻南寧啦。咁你就理親佢，哎呀，你等等，佢就嚇我哋等等。結果你遲啲走，啲會馬上就搬26000就搞俾我哋咯，就落單咯。因為佢諗到呢，佢要佔咗位置，理親就問嗰句話，佢講廖總，你都療老講未？我講我打個電話俾佢，但係呢佢冇願意，即係佢冇，即係佢冇理我就跟住講，咁咪嗰隻理親就講呢個。如果咁樣，我覺得你講定啊，咁到時候咧我就發展隻老梅噶，你就去揾嘅咯喎。我係啊，好定啊，咁既然你咁知講咪佢哋咯，結果呢個時候咧療樓呢
後尾我翻去南寧啦，過咗一段時間，好似李親咧就嬲，因為你想遼寧咧做呢隻衣服，你想發展李親嚟買嘅衣服，李親咧想發展遼寧做緊嘅做農曆期啫嘛。嗱嗰啲得嘛？咁佢兩家都互相有利用，即係個利用。咁後尾話咧就我準備要落北海啊，又幫李親講貨嘅時候，即係農曆期嘅時候，咁後尾李親就嬲遼寧，就同意遼寧去北海，佢哋兩間晚上就飲茶。咁李親咧就買咗一件遼寧嘅做那種衣服，咁李親就向遼寧講呢個，你即係你哥啊，就話你在北海。然後咧就話呢，到時候咧你過嚟，第二日斟酒茶就過嚟，嚟接觸下嘅家做咩啊？咁啊遼柳開始有冇情緣，但係咧李親咁就肯定冇辦法，叫個遼柳嚟接觸嘅時候咧就叫吃飯就攞佢講之後咧，遼柳聽就又興奮啦，就佢回到南寧就狂前來交2萬6，然後呢後尾佢仲問我，佢話做咩你冇早啲問我，搞到我落去跟李親。係嘛？所以嗰啲人就話意思嗰啲，你單講2萬6，如果你啱農曆期啲產品你搞測試啊，話你客人買嘅產品你好難做落嘅。但係你一用嗰隻時列嘅制度咧，用嗰種走喺前頭嘅方式，當然咧就話咧，我哋要能夠落去幫人家講貨，係嘛？以前咪講一隻李用咧從南京落嚟幫我講，後尾我啲李親做話咧，我從南寧跑落北海幫李親講，喺南寧做話啲遼柳以後好多啲人啊，嗰啲咩嗰啲人啊，全部都我都幫佢講話。當時咧就講新州路啲農曆期有隻點啊，所以我哋就係為咩咁至發展到團隊咧？係因為我哋落去幫人家講貨㗎，你冇幫人講，嗰啲下啲人啲嗰種又用又做事嘅人，佢邊度可能買成㗎啦？係嘛？唯一你就我哋而家賣床點話呢就講，你就係呢啲人有鬆動嘅錢，為咩我哋嘅客戶啲偏向中老年人？因為嗰種年齡嘅人啲身體有問題，另外一陣咧佢有嗰種健康嘅需求，再加上咧可能嗰啲人咧有一定嘅退休資金，佢能夠有能力消費，但係咧你一做到嗰隻又係類似係退休人，但係呢佢錢比較緊張話咧，佢就冇買成啦，係嘛？因為你冇講市，你冇講排位置嘛，冇講尖位置嘛。係嘛？另外一隻呢，你最重要係咧，我哋自己冇識講嗰套貨，即係話啲你冇識講嗰套貨，即係樓以前農曆期嘅啫。如果我冇識講嗰套嘢，係嘛？又冇識測試，又冇識講套嘢，講過去發展李親啊，咁佢邊啲咁做咯？係嘛？咁李親咧，到時候佢諗咗，我做咗之後咧，廖總你落嚟幫我講喎，我有咩人嚟俾你講喎？然後你要做測試喎，要講課喎，係嘛？咁我都冇識測試啊，又冇識講課嘅。咁你發展嘅人做咩咯？就最多係客佢買產品用啦，買產品用佢邊啲落咗成單，你就冇循環到落去啦，係嘛？所以就嗰時候啲農曆期又係嘅道理啊，就嗰啲好快速就要整屋啊。嗰時候我哋又係聽咧就黃曉明講，然後呢佢發咗 PPT 都講構建啊，然後咧我哋喺嗰隻新中路嗰隻點嘅地方一樣，佢又要超過5分鐘咯，超過5分鐘去發展啲。所以就講呢，始終就係要你哋一個呢，要能夠識講課，係嘛？要走出去幫下底人講，真能夠發展到團隊。走出去一走到下面去，走到啲會員嘅屋企去幫你講，係嘛？把嘅團隊發展出來之後呢，佢就聽你嘅話啦。你到時候依家佢等騰訊會議室學習培訓，佢就會入來啦，係嘛？冇嘅一隻光頭司令佢冇聽㗎，冇聽牌㗎所以呢佢冇辦法做到樓價同江面佢哋做嗰種咩賣幾千蚊嘅產品啊，佢哋發展呢啲全部都做善人嘅，呢啲早上又騰訊會議，下午又騰訊會議，晚上騰訊會議人又多，大家都分享嘅啫嘛。我哋以前做農曆期一樣道理，不斷地開會啊，又係啊，大家都因為佢來做隻生意係嘛，你咪要學習啊，係嘛？你一直都發展下低，你發展你下面嘅人，你又要對下低負責任啊，幫佢哋發展團隊得啊。所以我哋就嗰種年紀，我哋嘅佢就輸在啲地方咯，就你冇去講，冇去跑出去，冇去走出去啊。咁你跑出去，你個樓類似人生嘅哋係嘛？跑出去，跑到靈山去，跑到東興去，幫下面嘅人講課。咁最後呢就講啲，你就講你林建輝
你首先係林志輝啦，咩就講呢個現在邊開點啦，好似呢個李明開始跑，楊琛起跑，楊琛嗰次又通知廖柳又落去跑，廖柳呢又通知我落去跑，我呢又通知劉慧正落去跑，咁多隻人去講就林劍輝㗎，咁冇佢俾啲租起㗎，你以為丟張床墊俾佢開隻店，做就做得啦，咁容易啊，係嘛？嗰隻李文秀呢就在嗰隻靈山開又係嘅，嗰隻楊琛去跑嘅，我跑靈山跑咗好多次，咁後尾又劉會長落去跑，反正都係楊琛安排啦，就咁樣，對不對？咁這個跑得挺對，仲有那隻以前嗰隻李明海嗰隻新婦喊做黃思梅，嬲嘅老公喊做李松，松弛嘅松，兩公婆在嗰隻鳳城坊開店，我反正我又喺個鳳城坊，你幫佢哋搞過啦，都係要跑㗎，一冇跑話咧，我哋大家就同間我哋最多係喺騰訊會議室講咯，係嘛？你又咪而家就嗰種人出來，咁啲我哋落去講就講嚟講去，到時咧都係啲用戶係嘛？呢度佢就有咩即係我冇發展到新啊？佢就人出嚟做所以我就覺得最重要就係、你覺得嗱，夫人你聽我講啊，覺得係咪係你哋就係咪係就係最重要就係冇去講就銷售制度係嘛？問題係咪嗰啲啊？你覺得呢？嗰啲屬於一方面係屬於一方面係。即係以前農曆期嘅時候，你睇嘅時候，我哋係咪產品又做測試又講解，每隻人都講銷售制度㗎，你就記得嘛？雙軌制啊，追捧啊，係嘛？咁啊，下次你北海咪好快就一幫人出來咯，你記得嘛？好快嘅嘛，啲時候你引李七做，我就喺北海，好似就我就發展兩條線啦，一條就係入個字喎，係嘛？我大致都有一條，一隻係呢嗰隻李七一條，一隻我大致呢一條，另外一條就都市委條咯，或者我就北海就發展三條嘛，三條直線啦就，咁就要跑嚟講啦，係嘛？佢就咩李七後尾就發展嘅啫，係就曾永琛啊，曾永琛你記得冇？記得。曾永琛好有衝勁㗎嘛，就嗰啲嘅發展嘅曾永琛就後尾聽咗之後呢，就係頭26000啊，就反正就係咁啲租㗎，係嘛？即係嗰啲我哋呢冇需要咁猛鬼係嘛？但係呢一定你都話呢以隻產品以健康為主，但係一定要講嘅啫，銷售制度㗎，冇講話呢冇掂㗎，後輩親自發展落去係嘛？我就你哋大家都冇講，就而家講健康。產品功能啊，嗰隻咩用得好啊，咁唔錯啊，係嘛？問題大家都填緊張係咪咯？緊張乜人係嘛？佢買成啦係嘛？你等啊，等到明年後年嘅錢鬆動，佢就會買成，咁你咪錯過條時間啦係嘛？一隻嘢兩隻嘢一年過去啦，其實咧損失都幾大啦係冇？但係如果你講善利嘅話，你就主導類似嘅咩廖柳啊、咩曾永琛啊、楊琛啊係嘛？嗰啲人就講有得用有得做，你最重要係製造一隻緊張氣氛，就講啲佔為主，而一定要佔喺前頭嘅。嗰隻嘢本身我哋就係咁啲，我哋咁30幾年做31年做隻生意，都係俾你哋佔為主㗎，係咪咯？以前嗰隻廖柳做緊住，你咪佔為主咯。佢排喺楊琛嘅前頭，楊琛呢時候呢佢冇識得，因為佢冇做過啲團隊啊。佢以為開店之後呢係直接跟我啊，咁時候你嘅氣冚走開。咁咪即係廖柳都冇咁開，因為佢細路好細，佢怕出去開店或者佢怕冇生存得落來，所以一直冇咁開。我問佢揾到地方未？佢講仲未揾到。其實呢後尾佢講佢已經揾到，但冇咁投資啊。佢就唯一就或者就係楊琛就比較大膽，佢就去坎州揾到店之後呢就投資啦。一投資落去話呢，又即係佢啲凳啊乜嘢，我都開始拉嘅，幫佢拉屋企啲木凳落去啊，因為啲錢太緊張啊，好窮啊。然後呢，佢就打電話俾我，姚總，我揾到店鋪啦嘛，咩話？咁我講你嬲廖柳講咩？我就因為嘅廖柳係佢上級啊，係嘛？佢講我嬲佢講啲咩？我講你講嘅係你嘅上級啊，後尾嚟親認真聽咗，好冇高興啊！有段時間啊，佢覺得做咩好難係廖柳係佢上級，
以前我聊樓又未租，又未開店，又未個家係冇，咁我先開店啊嘛，係嘛？我哋我應該係直接跟公司，就不如有跟聊樓係嘛？即係佢反正你知道，我個一樣嘅道理，因為你喺杭州住，你係頭佢來嘅人，就算佢幾有錢幾有能力後，都係排喺你下低㗎，係嘛？跟住做還呢，我人家啲窮嘅人就咁投資做喺前頭起啊，係嘛？假如我哋做還呢，你窮冇有錢係嘛？你投資落嚟啦。等到後面你下面出現一隻又有錢又有能力嘅人，等係公司就直接擺啲人挖落嚟，直接跟公司係冇？就裝你貼嚟你，咁你邊啲對得住嗰隻投資人啦係冇？所以你人家啲窮人就冇咁跟你做啦，係嘛？哎呦，你隻公司咁住做啊？通過我揾到啲有錢人有能力嘅人，你就撇開我啦係嘛？把嗰隻有能力有錢嘅人咧又發展成跟公司啦係嘛？我又冇有份啊，又冇有營業績嘅，又冇有其他咩收入啦，咁而家冇有錢人就冇咁做喺前頭期啦，係嘛？所以我哋嘅做法呢就唔同人，或就係跟住排，所以講你為咩聊樓亦能夠排喺人親嘅前頭，係嘛？你講真正衝勁啊能力嘅話呢，其實呢聊樓係冇俾到人親啊嘛，啫嘛。供貨能力啊咩等等嘅嘛，就講，但係你冇聊樓呢冇辦法嘅，做喺前頭嘅係嘛？所以我係用隻方式嚟逼聊樓買產品啊，就講我話你冇買啊，你冇買話呢，我到時候我哋把人親做落嚟，人親買話呢，我就俾一次過提成俾你，人親後邊做就嬲你冇有份啦。咁你聊樓比較錢嘅，啲馬生家嘢借錢咧狂落嚟買啫嘛，係嘛？你嗰隻時候你對聊樓講咩促銷啊送乜嘢冇有用㗎，啫嘛？一睇中嘅就係講我要後輩隻網絡，因為我發展嗰陣人，你話我發展下低團隊，我發覺有嗰隻咩人嗰隻人親係有衝勁，將來可能見到個主導嗰隻團隊出嚟，我到時候呢除嗰啲有差額管理費係嘛？咁嗰隻咩南惠福啊遼麗燕嗰邊一樣，我哋有係嘛？因為佢3條線嘛，你下面你人親邊啲超嘢就聊樓咯，係嘛？我哋以前進入博樂福一樣3條線循環落去。你根本冇超嘢到我㗎，除非我冇做咯，我冇做你就頂上我位置咩？係嘛？我梗係大歡迎嘅一樣啦。如果都仲做仲裁啲做隻團隊話呢，咁我邊啲可能俾得你上來咯？係冇一樣道理係嘛？因為係幾穩你㗎。咁但係以前你心思冇在啲裏頭，咁你又脫離咗1年，咁大家就以為你已經嗰隻係冇，就講證明你仲未按照道理話呢，入寶來歡之前你係我條第3條線啦，係嘛？既然你來做就嗰隻生意運呢，你為咩我之前走咗就直接揾我咧？係嘛？你一定要通過小時位去揾你，即係你就有信心翻嚟做，咁你咪走彎路啦，係嘛？我都係跟住做咯，咁啊，所以就講就係即係道理啦嘛。所以你哋一定要講啊！就我哋今晚我哋即係咁多人就講啲，你一定要咩就講啲位置啊，打這個位置啊，佔位置。同佢農曆期呢就讀講法係嘛？佔位置，要可以舉好多例子㗎，舉你哋自己嘅例子啊。比如講大夫你講嗰隻你自己親身經歷嘅例子，你講當初9幾年就我哋直接跟廖總啊，係嘛？係咪啦？你講係咪啦？你係我第3條線啊，梁鴻昌啊，梁鴻昌發展你隻屋仔錢呢隻人，呢隻人呢就發展嗰隻黃乃瑞，黃乃瑞就發展到你㗎。對，你跟蘇時偉冇有關係㗎，啫嘛？係啊，我歷來都冇認佢呢，我歷來冇認佢㗎。蘇時偉係後輩，即係以前呢係後尾我離開北海啦，見嘅時候呢係做安利去揾你㗎，啫嘛？係佢做安利發，安利係你發展記，都係佢發展你，我冇知道你兩家啦，係嘛？佢發展。對啊，佢發展你，佢都似喺自己嘅直接，佢冇揾到咩人咧，就之前就揾得隻林醫生咯，係嘛？對唔對？佢都似喺又唔係我直接帶佢以前係另外一隻剪埋店嗰邊嘅，就幾隻剪埋店咧冇做落嚟，佢自己冇有頭啦，係嘛？冇有頭呢，佢就過嚟揾我嘅啦。咁佢仲唔係我直接冇直接嚟揾到我嘅，係通過李建平嚟揾我嘅，因為李建平呢就係上邊隻頭冇做啦。佢就直接啦，李建平就嚟揾我，廖總我哋上面咧剪埋啲冇租啦，咁我嚟跟你租，因為大家都冇租落，就係你租落，要嚟跟我做。咁咪我講好呀，你咪嚟租啦，係嘛？佢嘅代揾店，佢哋做代表店，咁咪到時咪攞李建平我就攞佢講話，攞佢講，嘅
本嚟講嘅，北海咧大家都冇做啦，仲有隻廖永忠喺啲做㗎嘛，就都住喺後尾就通過李建明介紹來，反正咪就嚟跟我做。所以以前咧，姜偉咧在又唔係我隻團隊㗎，姜偉係在嗰隻柳州嗰邊跟另外一隻團隊做啊。佢就係因為工作調翻嚟北海，調翻北海後尾參加了一次我嗰邊嘅大會，係一次係3號港會撈劉會長落來，佢在嗰隻富利華咧開呢個大會。嗰次後尾劉會長問：邊隻北海地區有冇批發商？咁我就舉手嘛，舉手姜偉就睇到佢，但佢就問其他人，就知道我嘅辦公室在長青路啲，後尾佢就來揾我嘛。佢問我反正嘅時候呢，黃奇斌嬲你就咩妹仔喺啲講課啊，講嘅時候呢，當時姜偉企喺坐眼啲等，咁我開始以為黃奇斌帶你隻妹仔係姜偉嘅女朋友，咁我就心裏頭諗，我哋咯，黃奇斌帶人家女朋友嚟啲聽課，人家男朋友就窗口啲等就咩識講齊之後咧，黃奇斌攞隻杯仔走啊姜偉旁邊過，姜偉又冇嬲佢兩家打招呼，到我咧走到姜偉面前咧，佢就問我：你係咪廖總？我係啊，我講嘅就介紹佢自己姓乜嘢，然後咧就喺柳州嗰邊做入伯來福啊，你調翻北海啊，意思話就嚟跟我嗰邊做，咁咪我又好啊，就講你咪來嗰邊，既然在嗰邊工作就嗰邊嗰隻，但係呢一下子我覺得姜偉佢又冇有咩團隊咁啊發展到咩，冇同李親啊啲人做團隊有咗團隊啊，所以我就咁多。嗰時候呢我有幾條線都好厲害啊，一隻李親條線，一隻我姐夫嗰邊仲有隻嘅。即係南寧嗰邊有遼樓嗰條線係嘛？咁因為來環呢，到時候我就見蘇時偉又係一光頭司令俾人，嗰陣我講咁招啦，因為你就嚟跟我下面嗰隻蘇時偉嗰邊咪，我就把姜偉放落蘇時偉下低啦。你聽到嘛？咁啲人做咩啊？放飛機，姜偉跟蘇時偉做又冇發展到人啊，佢自己係即係話呢佢哋姜偉就做法呢，佢冇同遼樓啊、李親啊係咪？或者公三啊，或者陳豪啊。係嘛？或者李雲啦，佢哋大家做環咧都係我哋大家嘅 ABC 法則，佢哋扮人約過嚟，我哋幫講一層層複製落去㗎。同遼樓喺南寧做嗰人上嚟南寧都幫佢講課，在佢宿舍可以鋪㗎。佢自治嘅地方，佢約嗰啲嗰啲咩嘅剪頭髮形式啊，隻髮廊妹又係公館啦，又擺隻髮廊妹咧嘅有一隻男朋友，兩隻人嚟接到佢遼樓屋企，我從北海坐大巴上嚟幫佢講，但係嗰時候呢入寶來嗰啲奶農嚟啲婆不夠有會議啊，仲有一隻分公司啊，去帶分公司參觀係嘛？咁佢哋起碼有隻得天獨厚嘅條件。我哋就不過係冇有分公司啊，南寧有入寶來福個分公司嘛係嘛？咁遼樓佢帶公司參觀啊，咁佢隻咩佢隻老公嘅樓梯啊，起成有啲人啊，又係跟住全部包括佢發展嗰隻公館嗰隻起明英啊，佢啲咩結拜嘅咩讀初中嘅時候，初二嘅時候啲結拜啲咩姐妹啊，呢隻起明英係大姐。就又係佢就以後佢上到南寧來，我就從北海上嚟幫佢講課咯。發展到黨江同埋公館，後尾我變成我要開車跑到黨江去講課，跑到公館去講課，就幫遼樓下面嗰隻網絡啦，因為你就係跟住講啊，咁嘅時候呢，我上嚟幫遼樓講呢，我就諗佢講啊，我話你要練喎，你冇練嘅話呢，我天長咁遠，我到時候冇辦法幫到你咁多係嘛？好似呢嘅，因為佢冇有咩文化係嘛，所以好多嘢佢冇聽得懂。唯一就係靠佢老公李成軍咧幫佢做筆記就俾佢死記硬背。咁佢一下子佢邊啲咁講咯，係嘛？遼樓啱啱開始做入寶來福時候好慘㗎，你點會識㗎係嘛？你一隻農村出來㗎妹仔係嘛？一隻就自己冇分心啊，係嘛？但係啲人嘅嘢就係講真咧，就係因為佢隻條件差，一隻文化低，一隻又驚醜係嘛？所以就要自己要生存落來，因為你冇讀到書冇有文化，你上南寧啲你冇去揾到工作㗎，你去應聘乜人招你咯係嘛？你初中未逼你係嘛？咁佢老公呢有工作，咁自己要咩爭氣啊係嘛？所以就必須從各方面嚟練出自己嘅本事出嚟，能夠生存落來係嘛？所以有時候你講嗰啲人冇文化係嘛？口才冇得，但偏偏嗰種人咧最落力改變自己啊，即係攞嗰隻爭血嘅知係嘛？佢講你搞一篇，我搞20篇，係咪？因為我比你笨，我又有又比你笨，又比你文化低，咁你又聰明又比我文化高，你搞一篇就得啦，但我搞20篇咪得啦。同家講啲嘢一樣嘅道理，咁你講我哋年紀大啲，冇有年輕人咁快，你搞10篇，搞一篇，我搞20篇，我咪一樣追上你後生人，點會好難啊？對唔對？所以就講最要緊係咩？做嗰啲就講大家去大啲嘢講㗎。一定要走啊！
你幫下邊嘅人講，即係走動啊，係嘛？咁你下邊走，我咪一樣上邊，我作為佢啲或者我又一樣去走啦。你一樣嗰隻廖總，我而家有到幾隻人啦，係嘛？咁佢哋下底講到一定嘅程度啦，係嘛？又健康又講善嚟講，嗰隻張單咧對善嚟感興趣，係嘛？家下嘅做咩嗰陣咧？係咁你就嗰隻星期，我以後你落嚟，你落嚟再幫佢哋講，再培訓嘅，係嘛？就跟住配合做啦，啊，睇嚟鳩後尾做個幫人又係跟住做啊。咁而家我哋家團隊咧，大家都係年紀都係消費型啊，誒，都只講健康，事嚟咧基本上都冇講啊，冇講完咧就跛腳啦啊，就講銷售制度講事嚟各方面就冇俾上人啊，就只能夠攞做農曆期嘅至成日做產品測試，啊人家買產品用啦，你冇講就26000啊，或者咩3000，你就有得3500啊，係嘛？呢個啊貴有冇26000我初落，你上邊有就3500咯，你就記得嘛？3000係便宜㗎係嘛？都是為對啊，呢頭係嘛？係啊，農曆期嗱都是為沒有咁多錢嘅咪做咗3500咯，但大款你上你聽人哋做26000啊，係啊，係啊，都是為沒有嗰隻㗎。佢做咗3000嘅牌就點位啊就，咁我做都是為一樣嘅，係啊，而家到大姐屋企呢個講之後啲就啲馬就諗到你啦，我冇講制度嘅，邊諗你啲咩咯，係咪？因為後尾佢就帶嗰隻黃奇斌來，黃奇斌林醫生係帶來，林醫生呢時候又帶過來，啊一隻帶來，帶到我到大姐屋企啲，我就喺啲講做測試啊咩嘅咋。都係咁做㗎，你哋家都冇咁做啊！都我哋嗰種做法咧，又唔係完全直銷，但係呢類似有直銷裏頭嘅嗰種影子裏頭㗎，係嘛？真係㗎，因為用直銷嗰種一啲方法落去話咧，我哋做起身啊，做起身話咧，仲會有後佢叫做後勁啦，真係㗎，會有後勁啦。同間我跟住做，我做隻生，我做咗31年嘅生意。我都係做團隊㗎，係嘛？我都係做團隊出身啦，就講咧就擅長咩咧就發展團隊、培養人才。我哋最擅長係嗰樣嘢咯，激勵人、培養人，係嘛？我冇擅長嘅嘢，邊啲帶出撩樓？你同以前嗰隻人親嘅幫人咧，或者嗰隻李親佢哋嘅幫人出嚟，係咪？你冇慳嗰隻夏衣嗰啲人，未有以前嗰隻夏衣啊跟我做，你慳佢帶出嗰種人，我冇帶到嗰種人啊。佢現場不同啊，所以咁你講做事嚟嘅做生意人，加下而家經濟低迷蕭條嘅時候咧，最多人要想揾嘢做㗎啦，啫嘛，揾嘢做啊，要去咪啦，對啊，佢最多係要揾嘢做啊嘛，所以你冇講事嚟嘅話咧，嗰啲人就咪屌咯，我要揾嘢做啊，冇揾做，定啲坐冇困難啊，肯定。做呢隻黑茶冇做得啦，係嘛？你肯定要調轉窗口做其他項目㗎，冇走甩㗎，總係要做㗎，係嘛？攞嗰隻張面嗰隻，佢哋咪又去搞黑茶啦，係嘛？黑茶冇得做啦，你把黑茶都幫人全部數片啦，全部都跟佢做啦。嗰幫人肯定要揾嘢做，冇可能冇做係嘛？都係跟住做啦，係嘛？同家河南嗰啲一樣嘅道理，做黑茶形式幫人，就講你冇有咁得力嘅老師啊去幫佢。佢發展啲人有冇發展到㗎？即係嘛？你講俾講河南嗰啲，佢要做啲黑茶啲人，記得水平俾啲發展到而家咯。冇得。對啊，就嗰啲，所以只有我哋，除非我哋去幫佢，係嘛？佢而家嗰隻朋友到佢宿舍來，我哋幫佢講嘅，就發展到嘅。你記得嘅時候做做農曆期嘅時候，我即係講發展到你後尾你又到了鳳城嘛？我仲記得嘛？記得。係今日我就啱啱開始落氣，你約我落氣後尾，我記得係嘛？約我落氣，咁你到鳳城，你就先到鳳城啦。今日我就開始落到鳳城，咁你就見到你就攞河南，你仲有印象喎？那時候反正喺鳳城，你就先到鳳城係嘛？然後呢喊我落氣，咁我落氣話呢就就見到河南，後尾呢就有老幫就係隨便啲做測試啊，你冇記得咯？就佢宿舍都係嗰啲。呢件事係賣一種賣入貨賣兩隻鹿，
入過來科產品㗎，我係話農曆期啊，我期㗎，農曆期嘅時候啦，你又到了防城啦，你冇記得啦？咁咩河南跟你做農曆期咯，排咗你下底啦，你冇記得啦？日本來福係90幾年㗎咯，農曆期係10幾年㗎啦。13年嘅時候啦，我都落即係就你落去，咁你仲問啊？你記得嘛？河南見到，咁你就我即係隨便啲幫佢做測試咧，咁咪後尾咧就講後尾你冇跑啦，都係我跑落跑落到東興幫佢做測試啊搞啊，嘅時候咧又搞古宴啊咩水機啊，佢就入到呢嗰啲有隻超市咧就有隻後生妹啊，有咩人反正又發展到啲人啦。反正又發展啦，嗰隻梁師傅呢又跟到，有一次呢就河南就打電話催我，廖總你到未？我就開始仲有半路，結果梁師傅已經到過福建啦，佢催我仲未到，後尾話呢佢自己就做測試啦，把啲水機測試就俾梁師傅睇，梁師傅就交錢就入單啦，我起到啲時候咧，河南講，我都搞掂嘅咯，我講最後，對啊，你仲冇記得啊？你就東興喎，佢記得我講嗰次係得你得東興。我嗰時候到處跑㗎，真係我哋嘅生意係一樣嘅道理。你哋一要做起身，把佢要賺到錢，要做大環啲。因為呢，我哋而家買隻船面系統，一陣呢，我哋嘅經銷商利潤嘅空間咁大，你第一陣你一定要砌網絡，你冇能夠自己去賺齊嗰隻百分之幾十，因為咁至你去做零售啲主導係嘛？你一定要砌網絡啊！撈聊樓嘅你砌網絡係嘛？我俾你嗰隻好朋友係嘛？你幫我嗰隻但係呢，你俾你折扣仲未得，你要能夠幫佢啊！都聊樓嘅你講，啲聊樓我俾你幾十嘅折扣，你發展人親做啊！你冇幫佢主導咩？係咪咯？人親一樣，你講人親你杭州開店，我俾你幾十，你嚇佢自己都做佢主導咪咯？你俾佢主導㗎，係啊！係咪你要落去幫佢㗎？係嘛？當然佢本身亦要努力係嘛？起碼佢去約人係嘛？你落去幫佢講係嘛？所以就講我哋作為上級，你要想賺錢嘅話咧，你一定要落去幫嘅，否則嘅話咧就造成間我哋原來嘅樣子啦，就係講健康，就係賣產品啦。咁你等你嘅客戶啊，你嘅親戚朋友啊，你嘅團隊咧，佢有咁多錢，佢唔嬲你買一隻床墊用口，買隻咩用口，嗰隻係有錢買你嘅產品，肯定嘅失錢啦。但係你冇有做生意啊？冇有係咪就咁冇有做生意啫？冇有人去學嗰啲嘢，冇有人有衝勁去跑市場，咁你豪勁就冇足啊？係嘛？之後撐住等陣嗰隻嘢有單，下過兩隻嘢就雞蛋係嘛？即係下一隻嘢又有啲單出嚟，咁啊一年你個冇賣得咩貨㗎？因為你都冇有幫人去衝市場係嘛？咁啊發展到做事嘅人出嚟，係嘛？你就係睇啲老豆。咁我啲空有31年嘅團隊嘅經驗，又冇有人去發揮到，冇就冇辦法幫到你哋咯，係嘛？我最多係講健康嚟講細胞啊，講咩話嗰啲嘢，黃家怡都識講㗎，係嘛？客嘅講得好好嘅咁多年啦，係嘛？係嘛？問題個講健康、講細胞、講健康知識，你要針對嗰隻人有錢就得㗎，係嘛？佢就買你產品，嗰隻人冇錢啦，係嘛？類似嗰隻或者嗰種腦袋比較精明嘅係嘛？嬲嚟親嘅嘢，雖然佢有錢，但係佢腦袋好靈活嘅係嘛？你覺得佢係嘛？你冇講生意，你冇主落嗰種人係嘛？佢精明嘅人係嘛？你講生意話呢，佢精明嘅人講，哎呦，嗰陣嘢既然你睇到你咁多人做，如果我做喺前頭，我後輩嗰啲人排我後輩，你就會諗啦嘛係嘛？但係問題最重要，你要做落人親嗰隻理親種人。肯定要有一隻老師有水平講，你聽完之後，啲佢就有信心做啊，係嘛？如果揾隻用戶去攞去分享，屌佢做俾你做咩咯？佢2萬落個頭落做咩咯？係咪咯？我哋時候都帶李玉落去講課嘅李親啊，咁人到時候開始我唔識講啊，農曆期我啱啱加入，我就要發展李親落到北海，約李親出嚟飯店食餐飯，然後李玉啲落去講，又係當時測試咧，黃家怡幫測試係嘛？又兩用就講口水噴噴啊講，咁李親都聽完之後咧就覺得好似李親講嘅，我加落嚟做，咁你李總也要下來幫我講話㗎，李總講好啊，我不下來，廖總下來啊，我哋落去幫佢哋講，就發展到
啲農曆期北海戰隊都當時加起身包我哋南寧嗰時候，我哋做得應該年紀話，我哋發展到100幾人出嚟做隻生意喎，100幾人嘅團隊咯喎，即係一年幾啲喎你話，應該話點啊？都係，但係都睇人話啲大家都係屬於中青年啊，都係嘛？有年輕嘅又冇少啊，都好多廿幾歲，所以就講啲冇有嗰隻事業啊，冇敢住講啊！我哋有空有心本領就係卡咗啲啦。咁當年我做體力狗又係喺南寧啲做前頭嗰幾年啊，我又係好憋屈啊！我就係剪下低店裏頭，又冇發揮到我力量出嚟，因為來呢啲係嗰啲老弱病殘啊，又嚟體練，就要賣產品。後尾就真正我能夠發力跑出去做，諗入過嚟附近去跑到至可以廣府人呢，就係2004年之後，係就係嗰幫年輕嘅出嚟做啦，出嚟做就咧，佢就需要你去講啊，去幫佢發展團隊啊，係嘛，所以就嗰時候我就開始就04年之後，04、05、06，我就跑得比較多啦，就到處跑啦，到處接開會啦，就係嗰批做事嘅人出嚟啦嘛，係嘛，所以你哋一定要嗰隻啊，係嘛，咁我就話啲爆到得100%咁多嘅利潤空間啊，你等於浪費啦，冇發展啦。今晚我哋就講到啲啦嚇，再講話啲等等都唔知講到咩時候啦。好，就結束啦，好。好。